Jacqueline 喺溫哥華長大，畢業於 UBC， 仲經常喺新時代電視大型節目表演，所以話佢喺溫哥華真係好多人識佢㗎。佢2012年參加咗香港小姐競選，仲奪得亞軍添，成為無線電視旗下經理人合約藝員，從此展開佢嘅娛樂事業啦。佢嘅演出機會包括主持同埋劇集，佢有份主持嘅節目《學是學非》，更加獲提名角逐最佳資訊節目獎添。而佢自己2013年9月代表香港參選世界小姐，喺才藝表演民族舞，晉級12強。2014年獲得 Yahoo 搜尋人氣大獎嘅搜尋人氣急升電視女藝人，同埋獲提名2014年萬千星輝頒獎典禮飛躍進步女藝員。佢今次返嚟溫哥華都算得上係衣錦還鄉啊！今次香港英皇集團以及無線電視為咗慶祝新時代電視22週年，攜手呈獻群星閃爍慈善夜音樂晚宴。7月19號呢，就喺溫哥華會議中心舉行。晚宴亦會為溫哥華綜合醫院暨卑斯大學醫院基金會籌款，真係開心加善心啊！購買慈善晚宴餐券及查詢詳情，請瀏覽溫哥華綜合醫院暨卑斯大學醫院基金會網頁，或者致電604-875-8233。